下严族，新正年大家若是关心交通的情形，嘛真关心天气。气象局讲，今仔日起一直到新正年初一，拢是真舒适、真烧热的天气。也毋过初二开始就会反天啊。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。今年春节连假总共7天，整体的天气变化趋势是从温暖转成寒冷的这种趋势形态哦。那从年初的小年夜是比较温暖舒适，到初二天气逐渐转成比较湿凉，到了初三气温还会更进一步的下降。详细的状况，我们首先通过天气图跟降雨的趋势图来为大家说明。今天一直到小年夜，整体来说，台湾附近并没有太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，所以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只有迎风面的宜花东偶尔有一些零星的小雨。到了初一跟初二的时候，锋面系统大概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移动，所以呢，天气上有一些微幅的变动。除了迎风面的东半部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之外，北部的云量稍微增多，偶尔有一些零星小雨的机会。至于中部、南部，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的。天气明显的变化是在初二，随着锋面通过台湾的上空，带来比较多的水汽跟不稳定的大气，各地下雨的几率提高，都容易出现短暂性的阵雨，也可能局部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。紧接着初三到初四，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持续南下影响我们，气温会逐步的下降。那降雨来说的话，由于水汽还是会从华南一波波的通过台湾的上空，所以初三各地还是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。初四整体来说，下雨的情况还是各地会有局部的雨，但是雨势有机会比初三趋缓一些。到了初五，预计水汽会再更进一步的减少，但是气温却是最低的时候。至于在温度的部分，台湾各地的气温可能会稍有不同，不过整体的趋势都是从暖到冷这样子来变化。以北部跟东半部而言，在今天到小年夜是最温暖的时候，白天的高温可以达到26、27度。初一、初二有些微的变化，因为云量稍微增加，但整体来说气温还算舒适。等到了初二比较明显的下雨之后，就会比较转凉。到了初三跟初五，随着冷空气南下，会再更进一步逐日的转冷。至于中部跟南部温度的变化会比北部稍微晚一点点，整体来说在小年夜跟初一的之前都是比较温暖的，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8、29度，日夜温差的幅度比较大。等到了初二、初三，因为下雨的关系逐渐的转凉，初四、初五冷空气南下也会随之转冷。至于各个离岛，包含澎湖、金门、马祖的气温，基本上跟台湾本岛的趋势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整体来说大概都会比台湾本岛再低一些。也是一样，在小年夜除夕之前是比较温暖的，然后初一、初二略微转凉，到了初三到初五会进一步明显的转冷。所以综合以上温度跟雨量的资讯，整个春节连假7天的天气大致上。